这个最难记起就係木卡人。木卡人講，吼，你拜託一下，哦，阿妹尤其阿妹阿姐啊，係唔係都難記起？唔錯，我就係好木卡人嘅奴才呐。我哋唔單將木卡人，所有人嘅奴才。奴才好冇啦。真嘅，因為我知道講木卡人啊，假使有要求去拜託啊，你做木卡人咩？好定啊木卡人咩？唔係嗰種懂言夢嘅人啊，吼，我咩冇乜嘅前後片，冇假使我喺做頭家，假使我喺郭台銘吼，我嘅一年講聽說會懂起，因為哦，要個頭家嘅錢全部就本人偏槍槍咧，係啊，喺我做工啊，按那個毛片，主要就係牙齒抽成嘅。嘿，我有兩個姐姐，啊，佢兩三個年歲係差唔多嘅，正差2歲天天。我啲我二姐6歲嘅幾年啊，我媽媽就想講，哇，屋卡好冇錢，冇乜嘅玩具都係本佢哋教。就強伊咧，佢強伊咧買嗬，本佢哋嚟教好咧。所以佢強嘅玩具出來當貴呢？冇錯，就係我本，我就係我自己嘅玩具玩具。啊，我兩個姐姐咧，嗬，正差2歲天天啊，我同佢哋差咧6歲8歲，嗰就對佢哋來講，係就係好教嘅東西啊！啊，記得有一擺嗬，強點點強用嘅，嘿，冇錯，咩叫啊？我完全唔會 say no， 是唔會拒絕，唔會拒絕 person。連媽媽都車到咧。係啊，哇！當你講嘛，人家是好，喺我咪當好參詳，你講用班我差唔多99%都會答應你。好，韓國我遲到咪係可能啦，我自家遲到啦，因為我時是聽阿媽教我嘅教養方式，我遲到沒有關係，因為阿媽總係教我講，凡事退一步，海闊天空。殊不知退一步，後面是萬丈深淵。點都愛用音咧，係啊，有點嚇人啊！係啊，是對時。像安尼吼，發動只動作的族群，有最大問題就係撞期。撞期都在運用㗎啥咧？因為嫌錢好多誒，人家覺得你勢利耶；因為嫌眼本呢，你會覺得啊，性觀眾會覺得啊，為了錢講拜拜，我 say no 麼？我讀到了解事情係安用心，因為吼眼單有隻法通係黑委會，行政站黑委會動態隻法通，因為疫情嘅關係，佢延期咧，放後咧，嘿，我嘅延期咧。嘟好衝到嘛嘅，就係我自家自主嘅劇組單位哦，佢到5倍，冇到客家界哦，到5倍就是商業演出，動態在發通哦，我本來主持就本來唱歌，本來聽到我5萬 K 或10萬 K 左右哦，動態，我講現但是答應咧，啊，韓劇就係黑恢復嘅延期嘅，假設大家用辦先啫。係，你有冇先啫？咁然就拜託天公伯佢萬年確診，安尼就會，然後其中一個就會延期。恐怖係騙嘅，係稍微定嘅答案啊。咁然就講係確診，跟用片都延期。跟有人見見哦。所以後來咧，我是想講，因為黑委會係我未來嘅發展線，因為我是客家盤啊，我做啲對唔起嘅黑委會啊，後來喺做條路啊，我劇組單位而家做改編吼，我是想講簽下到嚇簽下到，所以我是想來想去，後來還是忠於自己，因為我有客家心嘛，那傳承客家文化，客家寫來方言法，你是講安多？我覺得這故事是假的。沒有啦，所以做人重做人，香港記得我是到一隻學校，是到個上課，香港學校呢邊到個主任，佢個眼水，讓我媽媽會差唔多。香港當初個個點是因為佢個聲音呢，而家叫蛋凳子哦，佢個蛋凳子是因為血癌狗性，所以佢是當，我是瞬間我是起到佢變當菜狗啦。東盤的，係東盤的佢，香港是為抽時間為咗佢廣播啊，用大嘴鼓啊乜嘅，香港無好機咪為主動親愛啊，比如講伊是盤啊，是用嘅乜嘅，是讓我尊重自家聲音嘅用音，剛剛咪唔會記錯佢，我係有時間，我是為盡量配機啦，喺無好機真實，只係讓我尊重自家嘅聲音啊，乜嘅識嚟用嘅，乜嘅佢全部都當照顧我。保險受益人也寫你。我不是你好啦，我很真實。大家要談到係嗎？應該進不過已經講到喲。那你我今天這邊有一份保單，可以幫我簽一下。進呢？
俺很認同一種講法，係講就係人情的一種壓力，有冇？誒，就係你會受到嘅人情的壓力啦。哎呦，我頭擺吼，係蘇公人咧幫忙誒。係啊，真嘅啊，係購置，愛擺書頭啊，跟住係咪愛啲適當嘅時間點咧來去還人嘅人情啊？啊，我係做真件都冇辦法啦。哦，時間做唔得，阿無仔嚟就係講誒，就錢嘅問題嘛。看來中華應該看幾啊？八錢啊，八錢。八錢咯，因為八強唔會發美啦。啊，就係面上嗰個人情吼，就是想誒。嘅係唔係捱一擺汽車咧？我大快鐵一擺嘅人際關係就崩壞崩解啦，真係啊！啊唔過嚟講下濫情濫好，唔係濫情啊！濫好人吼，一個濫好人一個啊。其實你講汽車咩冇聽錯會代表係濫啊，啊也沒有濫用嘛，係冇？我汽車會破壞人情，我接受之後破壞行情呢。國千名言呢，我見都見差。今天的金句再來一次，汽車破壞人情，接受破壞行情。然後橫批就是愛就愛錢。愛抽天數係一個情緒勒索詞。我說呢，變種愛氣間呢，係講接到呀，比方講投入嘅油槍啊，也係騙你希望愛天數幾萬嘅時間，愛咪會用呀天數呀詞來情緒勒索他。因為我們講的那個，原來有來有去啦，係啊，有來就有去，你來勒索我，愛就勒索回去。你知道嗎？最後是完美的結局。比方講有上司呢，你騙你有油槍愛講，你做對天數愛，讓你有發通冇？愛想愛油槍你主持做對冇啊？其實呢，愛一塊就會講哦，做對啊，唔過愛。做對天數你啦，但是我先看一下日期。你講做唔對嘅方，我就做唔對天數你哦。很抱歉。抱歉。因為每個時間可能呢，應該說我就會開始問幾個細節，要唔要該發通啊？用完用白啊？我就覺得說，這活動先不管錢。先看一下也適合愛無？你講適合愛嘅話，我就講哦，可能做得，但是喺講冇適合愛嘅話，我就會講哦，樣嘢可能做唔得，天數嘢啊，東大數呢 ，sorry QQ， 行業咪講天數嘢好冇？愛唔會用乜嘅QQ， 愛咩愛用嘅類型啦。其實愛就係嗰種會卡出加工嘅，唔過當然而咩做唔嚟出加大拍工，愛冇愛。係其實真係就係愛講愛生意。就會講就會後堂嘅法療，係大部分人會就會講嘅人幾年啦咩有法通，因為其實有段時間真嘅係冇聽錯有事情，係可能嘅愛切頭前太多事情嘅，嗰個真嘅幾年愛真嘅東西要協佢，因為愛希望維持一隻品質嘛，嗰種嘅愛就會講排泄愛幾年嘅愛真嘅農水人合作，講嘅愛幾年真嘅有其他安排嚟真嘅農排泄，我希望你下一把係有機會，嗰種嘅其實。他講到生意嘅法療啊，從前頭嘅時間呢，從一下你也來年生嘛，最接就會讀到嘅咧好朋友呢，一下呢，當久冇聯絡咧，當久以前嘅好朋友，忽然之間呢，佢就得了一個紅色嘅炸彈過去咧，得過去，我就接到咧，接到一樣架啥咧，我又冇想一炸彈包停啲嘛，嗰時候呢，我就會講，因為從人嘅頭路都非常嘅自由嘅，可能我就會用兩種方法。頭一就係呢，我一下冇辦法靠聽嘅，我做啲啊時間都會以前真人講冇，唔過時間就做個，其實呢，我就冇想去，係想愛賺愛錢，冇按頭因為真年輕人成接到你就想講，按叫冇見咧。都冇聯絡，你真要做愛做好朋友，你就算會賺愛錢啊，愛就冇會幫賺。唔過呢，你做得愛少點講，嚇，你結婚了，愛真嘅農發現呢，真嘅高興。唔過我愛幾年真要發託，真嘅農排先。唔過呢，還祝福你新婚快樂啊！你要給插片哦，應該就會整實版，應該就會文字版聽聽啊。冇，唔過你一定會祝福，因為也係好事情。嗰種你就是你要。不用我弄一感講，你要問對方講正面嘅感受啦。好咧，你都係腳上嘅，真係把到馬桶啊！腳上，向上太上公，如花太假公。